喺度重頭戲 S 組嘅決戰，哇，好似妙齡少女喎。跟住咧，佢出嚟可以排位噶啦。今次你估邊個會贏咧？嗱，邊個睇下熱門車先咧？由詹姆斯介紹。呢個係 GT Sport 嘅 EP3，我哋睇下佢嘅臂力好犀利嘅 AP6 波、AP4 波。而另一部咧就係寶馬孖寶之一 M Monster， 係用咗 M3 引擎，5速引擎，有360匹噶。呢部唔使多講啦，3蚊 M 嘅極限型格，用咗 June 嘅 2.0 kit， 有成224匹喺個轆度。哇！咁 engine 有幾多匹㗎？290匹左右啦。呢架咩車嚟㗎？呢架係 Sphero， 但係32頭。頭先講過嘅 M Monster 啦，由 Charles Swan 駕駛㗎。呢架係 Spec R 阿 Wing 嘅喎。佢會點啊？我會俾心機㗎啦。呢架6代半邊個揸嘅咧 ？Andy， 仲有 KYB 嘅 DC2， Ken Look 駕駛嘅 GT Sport EP3， 哇，佢幾英啊！呢個勁咯，亡命 Peter，Horizon 老闆。哎呀，佢唔戴頭盔啊！仲有阿 James 揸嘅6代半，試下啦。仲有呢個係邊位咧？恐怖雞啊！而有另一個咧就揸 E46 M3， 呢個 John 啊。仲有頭先嗰組贏咗嘅，亦都係會過翻嚟組揸嘅，係兩部㗎。係 Elise 啦，同埋呢部 MR2 啦。你知唔知咩叫 S 組咧 ？S 組嘅定義係咩咧？咁啊要你話俾我同埋所有觀眾聽啦。S 組咧係最多人參加嘅，因為係 Stage 1改裝嘅推保車同埋極限改裝嘅 NA 車，所以非常受歡迎。佢哋嘅圈速係咪好接近㗎？非常之接近，全部大概係相差唔到1-2秒。哇，咁你估邊個會贏咧？我估 DC2， 我都估喎，我都睇好 KYB 嘅 DC2 喎。6K1賽事正式開始，而家Charles因為做咗最快圈速咧，所以由尾位追啊，好辛苦㗎。咦，恐怖雞逼咗Charles出去喎。Simon因為 camera 因為架車太勁啦，所以喐咗啊，時一隻可以望天咋。好犀利嘅部車。哇，梗係啦，咁輕嘅車有291匹喎。Charles Swan 咧喺 T4 度咧亦都做嘢啦，開始慢慢嘅車，哇！穿插場面噃。個個車手咧都係咁努力咁追啦。啲車咧都真係實力都幾接近，你睇下佢哋距離咧都唔係爭得好遠嘅，所以有埋身肉搏嘅鏡頭出現嘅。都話明係 S 組啦，即係點啊 ？Super！ 全部啲車實力好接近，車手亦都好接近佢實力。佢哋咧當中有職業賽車手啦，亦都有業餘嘅，但係業餘嘅實力都唔差喎，都係同職業車手都好幾近下嘅喎啲實力。冇錯。大家攞嘅線位都亦都好準。Charles 就過 MR2 啦。Andy 咧，亦都呢逼喎。Charles嘅車都幾快嘅喎。EP3咧同前面嘅6代半就爭少少啦。因為馬力嘅問題啊，嗬。6代半係快少少嘅。喺直路上會好着數咯。但係彎路咧就蝕翻啦。所以你就睇下究竟邊個可以喺呢度有着數。大家睇下 T14 搶位啦，佢哋成堆車衝出 T14，一串㗎係。Charles仲係喺手緊第7位。而 Ken Look 咧已經去到第2位。哇 ，Ken Look 嘅車冇乜 power， 唔係咁大 power， 但係都可以搶到第2位噃。呢啲咪老技咯。彎路技術。Charles， 哎呀，做咩事啊？對我腳跌咗落嚟喎。認真下咯。下次真係要小心安裝啊！落水之前。咦 ，Andy 嘅車開始噴煙喎。禍不單行，因為佢波箱咧漏咗油。但係喺佢唔知嘅情況之下，就唯有退出比賽啦，為安全計係咪啊？絕對應該啦。Charles已經追到第5位啦，而家喺度大直路咧，又一氣過咁追咗2位喎。Charles呢逼，再加埋呢逼嘅話，揞住過埋 Ken Look，我點知唔到，因為呢啲仲要俾3M 冚翻添。
311嘅車都幾勁嘅喎，好似有成200 K 一匹。一路啄住佢啊！311嘅 DC2，成串車喺前面喎。係啊，一路串住每個彎都緊貼住嘅，所以咧實力係好接近，係好刺激嘅呢度。大家都好想搶位嘅。而家頭3位係邊個啊？第一位咧就係6代半啦，第二位咦唔係咯喎，第一位已經由QIB 嘅 DC2 搶咗位，而佔第一位啦。第二位咧就係詹士揸嘅6代半，第3位咧就係哇好快由11位追到上第3位嘅就係 M Monster Charles Van 駕駛嘅，第4位咧就係嗰個 EP3啦。Ken Lock 咧 ，Ken Lock 喺彎度好快嘅，你睇睇。哇！一出 T14 4架車串埋一齊。M Monster 着燈想過前面嗰架喎，唔知得唔得咧？我哋睇下超市再玩呢逼喺 T1 之前，再表演呢逼絕技嘅，過咗架詹士揸嘅6代半。而後邊嘅 EP3咧，亦都想借呢個機會咧上呢個彎過佢㗎。哎呀，佢兩架車做咩事咧？ overheat 啦，一架係橙獸啦，一架係 QIB 嘅6代半啦，頭先禍不單行嗰架啦。咦，超市進佔第2位㗎啦噃！咦，賽事都好刺激嘅，嚟呢度頭4位嘅車咧，相差係唔超過1秒㗎。冇錯，佢哋喺第3個圈呢都做出呢個1分54。哎呀，詹士踩咗出去噃，咁唔小心啊！又係施展呢個 layback，終於喺呢度搶到第1位啦！超市，哎呀，兩個爭位啊！大家見唔見到啊？而家都係3人頂住佢啊！哎呀，原來頭先搶唔到位㗎，我仲錯覺以為佢搶到位。Ken Lock 咧仲係喺第4位。你睇下個6代半拋離咗 Ken Lock 少少啦。呢啲就係馬力上嘅分野啦。咦，由 layback Charles 終於可以過咗啊 DC2 啦！而家死守第1位。唔知佢可唔可以保持翻終點呢？第2位 DC2 啊，相信應該會有實力咧，係追得翻嘅。而家頭車係 Charles Van， 第2係311M， 第3係詹士嘅6代半，第4係 GT Sport EP3 Ken Lock 揸緊。條路跟得好實啦，兩部車好近啊！大家其實實力都幾接近，同埋車身嗰個重量咧都係比較接近，所以其實咧佢哋有一番苦鬥嘅。Charles 而家行條孤行線啦，盡量唔俾311M入到位。咦，亦都成功咗嘅，佢係守到呢個位嘅。哇 ！EP3 嘅 power 爭咁遠都仲可以緊貼住啲大 power 嘅車，哇！Ken Lock 嗰個駕駛技術都非常之高超嘅，仲可以啄住個6代半添。哎呀，又踩得追少少啊！知唔知咁唔小心啊你？賽事到中途311M，突然間入唔到波喎，點解咧？冇咗3波，冇咗4波喎，入咗3波，14波亦都唔成功。咁我賽事之前睇到佢咪斷纜，冇辦法啦。佢個 ATS 幫下頂唔順啊，應該係引擎輸出實在太強勁啦。格仔旗一揈，第1位衝線嘅就係 M Monster Charles Van， 第2位 EP3 Ken Lock， 第3位6代半嘅詹士。